喺我哋廚房入邊，味精同雞精真係常客嚟嘅。無論你係急住炒個小菜，煲個靚湯，定係整碟開胃嘅涼拌菜，只要少少落去，成碟餸嘅味道即刻就變得鮮甜好多。不過講到味精同雞精，好多人都係一頭霧水。由細到大聽人講，味精食得多會出事，又聽講雞精天然啲、健康啲，搞到大家每次用嗰陣都好忐忑，唔知邊樣先啱。但係其實呢，好多人對呢兩樣調味品嘅睇法都錯咗。想知邊樣對身體好啲，我哋就要由佢哋入邊有啲乜嘢嚟睇真啲。簡單嚟講，佢哋兩個係有本質上嘅分別，而且有兩種人係一定要小心分量，最好就係少食。今日我就同大家揭開味精同雞精嘅真面目，等大家以後煮飯可以避開啲隱形陷阱。要講味精，我哋要識得佢個大名谷氨酸鈉。好多人一聽見個鈉字，就以為味精係人工合成嘅化學毒藥，覺得佢對身體有害。呢個真係好大嘅誤會。你知唔知谷氨酸鈉其實係天然存在喺好多食物入邊噶？例如我哋成日食嘅番茄、冬菇、豌豆，仲有海帶、紫菜等等，呢啲食物食落去嗰種獨特嘅鮮味，就係因為佢哋入邊有好多谷氨酸。所以話味精只不過係科學家將食物入邊天然嘅鮮味成分提取出嚟，再加工濃縮咗啫。而家啲味精係點樣整出嚟嘅呢？佢哋已經唔係用以前嗰種複雜嘅化學方法啦，而係用生物發酵技術。聽落好似好高科技，但原理就好似我哋釀豉油、釀醋或者整酸奶咁。佢哋會用大米、玉米、小麥呢啲有澱粉嘅農作物做原料，透過微生物發酵分解出谷氨酸，再同鈉結合，最後結晶提純。所以現代生產出嚟嘅味精係由天然食物提煉出嚟嘅物質，真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嘅化學製品。味精嘅成分好簡單，谷氨酸鈉嘅純度通常有9%咁高，雜質好少。佢最勁嘅地方係可以好快咁提升食物本身嘅鮮味，特別啱用嚟煮一啲清淡嘅餸，好似清炒蔬菜或者菜湯咁，因為佢唔會蓋過食物本身嘅味道。接住落嚟，我哋睇下雞精。雞精個名聽落咁雞，好多人就覺得佢一定係用雞肉熬出嚟嘅精華，自然就覺得佢會比味精健康好多。但係事實係，雞精並唔係純粹嘅雞肉調味品，佢係一種複合型調味料。追根究底，佢最核心嘅鮮味來源依然係味精。根據行內嘅標準，雞精係以味精做底，然後再加好多其他嘢落去溝出嚟㗎。真味劑加埋味精一齊用，效果會鮮上加鮮，令味道更有層次感。雞肉粉、雞骨、提取物呢啲係用嚟扮同加強雞肉嘅味道。鹽分同糖分呢啲係用嚟調味同令口感更好。澱粉或者糊精呢啲係做填充物，等雞精可以結成粒狀或者粉末狀。香精香料例如雞肉香精，加強雞肉嘅香氣。所以雞精嘅本質其實係味精嘅鮮味，再加埋雞肉味同其他調味配料嘅混合體。佢比味精嘅味道濃好多，複雜好多，適合煮嗰啲濃味嘅餸，好似煲肉湯、炆燉菜咁。但係大家要記住，佢最主要嘅鮮味之處都係嚟自谷氨酸鈉，佢真係唔係100%嘅天然雞肉調味品。由營養嚟講，味精幾乎冇乜蛋白質、脂肪同碳水化合物，佢只係一種調味品，冇乜實質營養。雞精因為加咗雞肉粉，蛋白質含量會高少少，但係同時雞精為咗好味，又加咗好多鹽同澱粉，所以佢嘅營養優勢其實並唔明顯。雞精點解冇純味精咁健康？關鍵就係鈉。味精本身係谷氨酸鈉，已經有鈉，但係雞精就係喺呢個基礎上額外再加多咗大量食鹽。有啲雞精產品入邊鹽分嘅含量可以去到3%甚至4%，比味精入邊鈉嘅比例高好多。如果平時唔多留意，用得多雞精，就會不知不覺中食咗好多鈉落肚。食太多鈉會令到血容量增加，血管壓力大咗，血壓就會高，咁樣就增加咗患高血壓嘅風險，仲會加重腎臟嘅負擔。所以
因為雞精係複合配料，鈉含量高到嚇人，佢比單純嘅味精更容易令鈉攝入超標，潛在嘅健康風險相對更高。好多人驚味精，都係因為聽咗兩個流傳好廣嘅講法，但係呢啲講法一早已經俾科學家證實係錯㗎。誤會一：高溫致癌話。好多人話味精煮到超過120°C就會分解，產生焦谷氨酸鈉，呢個嘢唔單止會冇咗鮮味，仲可能有致癌風險。真相，焦谷氨酸鈉唔係致癌物，谷氨酸鈉喺高溫下確實會轉化成焦谷氨酸鈉，但呢個物質對人體係冇害㗎，只係令鮮味降低咗啫。平時炒餸嘅溫度唔會令味精產生有毒物質。提醒，雖然唔會產生毒素，但味精嘅鮮味真係會因為太高溫而減弱，所以建議大家喺餸菜差唔多出鍋前1-2分鐘，或者熄火等溫度稍降之後，先加入味精或者雞精，咁樣可以確保鮮味鎖得住。誤會二：中餐館綜合症。60年代有人提出食太多味精會頭暈、面紅、心跳快等等。真相，世界衛生組織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都將味精列為公認嘅安全食品，認為正常分量對人體係完全冇問題㗎。嗰啲出現頭暈唔舒服嘅人，通常係喺好短時間內食咗超大量嘅味精，濃度太高，刺激到腸胃，引起嘅短暫不適，呢種感覺好快就會自己消失。對於普通人嚟講，煮飯用嘅正常分量係遠遠唔會引起呢啲症狀㗎。雖然味精同雞精喺正常分量下係安全㗎，但有兩類人，佢哋對鈉嘅耐受力比較低，就一定要嚴格控制，最好就係少食或者唔食。一、高血壓同腎臟病患者，味精同雞精都係高鈉調味品，對於高血壓病人嚟講，食太多鈉會令血壓上上落落，增加心腦血管嘅風險。對於腎功能唔好嘅人，腎臟冇能力排出多餘嘅鈉同水分，食太多味精或者雞精會導致水鈉離流，出現手腳腫、血壓高等情況，令病情惡化。所以呢類病人一定要減低鈉調味品，或者用天然食材嚟提鮮。二、嬰幼兒，特別係3歲以下 BB 仔嘅神經系統仲未發育好，雖然冇證據話正常分量會傷害佢哋，但係食太多谷氨酸可能會對神經系統有過度刺激。更重要嘅係 BB 仔嘅腎臟代謝功能好弱，排唔到多餘嘅鈉，過量攝入鈉會增加腎臟負擔，可能導致水腫。所以一般唔建議喺3歲以下小朋友嘅副食入邊加味精或者雞精。味精同雞精嘅使用最緊要係少量、適度、科學。就算係大人，每日食嘅味精或者雞精總量都最好唔好超過3克。煮餸嘅時候，記住喺出鍋前1-2分鐘先加味精或者雞精，咁樣可以確保鮮味充分溶解，又唔會因為高溫浪費咗鮮味。用雞精、蠔油、豉油呢啲複合調味料嘅時候，一定要記得佢哋入邊已經有好多鈉同味精，所以要相對減少食鹽嘅分量，避免鈉攝入超標。總結嚟講，味精同雞精都可以用，但味精嘅成分更單一。如果擔心鈉攝入，純味精喺控制分量嘅前提下係比較簡單嘅選擇。最健康嘅方法就係多用天然食材嚟煲出鮮味。